来看台中有一个男子饲一只麻烧，就是老鹰鹰仔，饲2个月，趁着假日，带这个麻烧到苗栗的鲤鱼潭水库甲放飞，结果这只麻烧甲人攻击，甲一个旅游客头甲面咬甲受伤。这声，这个麻烧的主人歹飞回咯。 前脚外头的小姐徛伫鲤鱼潭水库的观景平台欣赏美景，正手边常常有一只蜡鸟飞来，向伊的头壳咧攻击。这位小姐当场叫一声真疼，随哭落，蜡鸟就直接停伫伊的头壳顶。边的游客看到这个状况，嘛互惊到，因为这位小姐的头皮佮面拢互蜡鸟咬着伤。有些民众仍训练并放飞荔枝鹰。 因不明原因失控攻击邱姓民众，致头部及脸部开放性伤口。30岁姓区的小姐和朋友做伙去鲤鱼潭水库佚佗，想要到互蜡鸟攻击，伊向警方报案，告主人过失伤害。饲养猛禽应负起照顾的责任，不应因一时好奇而饲养。 警方调查饲蜡鸟的是台中一位姓尤的查甫人，才拄饲2个月，还未训练完全，就带来水库放飞，煞攻击到其他游客。 姓尤的查甫人所饲的蜡鸟是蜡翅鹰，是一种中大型的蜡鸟。因为较有训练，袂少人会饲这种品种。不过要训练蜡鸟的过程真长，专家透过影片研判，应该是蜡鸟还未训练完全，认唔到主人，所以旅游客惊到咧叫的时阵拍到蜡鸟，才会互蜡鸟攻击。可能是因为这只荔枝鹰还没有受到比较完整的训练，它就想要靠近人，造成了游客的惊慌，所以游客可能做出了一些举动，让荔枝鹰想要去抓握，不要在民众比较多的地方去放鹰。专家建议主人若是要甲蜡鸟放出来飞，一定要经较看无人的所在。民众若是看到蜡鸟，千万唔通摕物件甲饲，避免互咬着伤。事后，这位蜡鸟的主人嘛，互苗栗警方约谈，依法函送检方侦办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